位於香港灣仔嘅呢一座法定古蹟建築，過去曾經係灣仔郵政局。喺香港邁向2050嘅碳中和目標過程入邊，佢有咗自己新嘅使命。佢而家成為咗一個向公眾普及碳中和相關資訊嘅場所。識碳館同埋我哋識碳再出發呢個節目咧，都有共同嘅理念，就係希望為咗推廣碳中和呢個概念咧，貢獻一分力㗎。今日嚟到呢度，我哋去見一位老朋友，唔知佢喺邊度呢？咦，老朋友，原來你喺度啊！大嘥鬼，你記唔記得交俾我嘅減碳任務啊？當然記得啦，用舊冷衫去循環再造，得到一件新衫，好環保啊！呢件衫咧就已經跟咗3-4年嘅時間，款式有啲舊，仲有啲縮水添。咁我本來想唔要啦，不過聽講香港咧出現咗一個舊衣新常嘅服務，我而家咧就想嘗試一下，將呢件舊衫變成一件新衫。不如我哋去試下。你做得好好啊！幾時可以完成任務啊？我哋好快就可以見到件舊衫循環再造嘅製成品㗎啦。不過喺呢個之前咧，我哋先帶大家咧去睇下香港喺低碳生活嘅其他例子。香港國際機場係世界上最繁忙嘅機場之一，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為香港喺全球金融、旅遊同物流樞紐方面發揮重要嘅作用。Peter 都想了解下咧，香港機管局咧為我哋香港嘅機場喺減碳方面咧制定到啲咩目標同埋策略啊？機管局喺咁多年咧都同機場同業一齊努力，致力推行一個行賽成個機場嘅減碳措施，希望加快減碳嘅步伐。喺2021年，機管局公布咗最新嘅香港國際機場減碳目標，喺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放。呢個承諾除咗機管局，亦都獲得30間主要嘅航空相關業務夥伴參與。為咗實現呢個2050嘅目標，我哋都有個2035嘅中期目標。機管局制定咗一個香港國際機場減碳路線圖，提出咗一系列嘅措施，當中包括咗加快我哋禁區嘅車輛嘅電動化啦，包括推行一個電動車路線圖同埋電動地勤設備共用計劃。除此之外咧，我哋喺我哋嘅建築物上邊咧，過往咁多年咧，亦都陸續加裝咗一個太陽能板，希望達到一個再生能源嘅加多嘅使用啦，同埋亦都希望提高我哋嘅能源管理嘅一個效率嘅。喺了解過機管局嘅幾項減碳措施之後咧，仲有一個同我哋出行息息相關嘅減碳方法，就係關於航空燃油。其實航空公司都做好多嘢去減低個碳排放㗎，包括咗更換新嘅飛機啦。但係當中最重要嘅一個可以長遠大量咁樣減少碳排放嘅方法咧，就係使用可持續航空燃油啦。SAF 航空燃料係由可再生資源製造，包括廢油、動物脂肪、農業廢棄物等等，通過化學提煉生產出嚟。因為減少咗化石燃料嘅成分，所以喺生產入邊二氧化碳嘅排放量會大大減少。可持續航空燃料咧，佢嘅原材料就係一啲再生材料啦。咁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佢可以減少溫室氣體生命週期排放量咧，達到80%㗎。可持續航空燃油嘅一啲挑戰咧，就係因為佢嘅價格其實比傳統航空燃油咧，可能喺一般市場上面係貴3至5倍。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亦都好需要咧，唔同嘅相關方，包括燃油嘅供應商啦，亦都包括政策制定者咧，去到關注呢個供應鏈同埋咧呢個價格嘅問題，令到整體咧，我哋可以喺香港咧大力咁樣推動，同埋咧提升呢個可持續航空燃油嘅使用量嘅。我哋90%嘅食品咧係依賴進口㗎，咁所以呢個亦都導致咗大量嘅碳排放。咁我哋可唔可以咧鼓勵多啲本地嘅農業咧減少碳排放，為綠色生活作出貢獻呢？位於香港元朗嘅呢一間現代化農場，提供唔同品種嘅沙律菜，喺進口同埋內地供港蔬菜之外，俾市民多一個購買嘅選擇。而另外一方面，本地種植嘅好處就係減少碳排放。咁如果我哋越多香港人食翻我哋自己香港本身生產嘅蔬菜咧，咁從而咧就可以減少翻咧對外嘅依靠。咁外國入口嘅蔬菜咧，我哋亦都可以減少啦，亦都減少一個運輸過程嘅碳排放。呢一間水間農場引入咗唔少高科技嘅概念，成功提高咗產出嘅效率，仲吸引咗唔少年青人加入都市農夫呢個行列。
咁10年前咧，我哋雖然做水耕啦，咁我哋都要用好多人手去做處理嘅，因為種出嚟嘅蔬菜都好多啦。咁近呢10年咧，我哋就個科技都慢慢提升啦。我哋好多嘢咧可以採用自動化去做處理啦。咁同埋我哋嚟講，而家做農夫嘅話咧，唔係日曬雨淋㗎啦，要話俾人聽，我哋可以喺一個好嘅環境底下做種菜㗎啦。咁同埋我哋係用科技點樣帶動佢哋去種菜，令到佢哋嘅工作環境同埋佢哋工作量係比以前揸住鋤頭要日曬雨淋好好多嘅。咁佢哋就會多啲人入行去做呢門生意咯。喺 Edwin 嘅帶領之下，我都嘗試做咗一次都市農夫，親手處理咗呢啲新鮮嘅蔬菜，感覺同低碳嘅生活更加接近。有研究顯示，全球每日消耗20億杯咖啡，每日產出4萬幾噸嘅咖啡廢渣。當呢啲咖啡渣進入垃圾堆填區，就會釋放出甲烷，而甲烷對於大氣層嘅破壞比二氧化碳更加嚴重。我哋去理工大學拜訪一位教授，去了解一下呢啲咖啡渣點樣可以循環再利用啊！嚟到實驗室，我哋見到各種實用嘅日常用品，仲有可愛嘅卡通造型同埋小型家具，都係由咖啡渣混合製造嘅印材，經過 3D 打印製造出嚟。咖啡渣咧好特別啊！佢咧就首先咧佢嗰個纖維素好高啦，咁另外咧佢有一定嘅油分，咁呢兩者嘅配合咧，成為佢作為一個新嘅3間材料咧，係一個好好嘅材料咯。咁我哋做嗰時咧就係需要咧用咖啡渣結合咗呢個聚乙酸。咁我哋依家現時嗰個成效啦，可以去到咧就係大概一半咧係聚乙酸啦，一半咧就係咖啡渣嚇。咁你可以想象以前咧100% 係呢個聚乙酸啊，咁啊對個環境有一定嘅影響啦。咁依家咧減少咗一半。係嘛？咁啊喺源頭減廢得嚟咧，喺個碳排放咧，亦都係我哋見到咧，可以咧係減低咗大概36%嘅喺個碳排放。咁所以咧變成一個咧非常之環保同埋好嘅材料咯。話說而家時間都差唔多啦，不如帶大家去睇下我件舊衫再做嘅製成品啦。等咗2個月，終於有啦！今日咧就約咗嚟呢度睇我件冷衫循環再造嘅製成品。Hello Ryan， 我過嚟攞衫啊。Hi Iris， 你件衫已經準備好啦。咁啊，你件多謝你舊衫就變翻做呢件新嘅衫，可以再重新用過啦。同之前嘅舊衫相比，完全變咗個樣。咁呢件衫究竟經歷咗一個點樣嘅過程呢？咁Ryan，一件衫要循環再造嘅話咧，要點樣做出嚟嘅咧？其實咧就好簡單嘅啫。我哋收到一件衫嘅翻嚟嘅時候咧，咁就其實需要做一個消毒嘅過程啦。咁然之後就將一件衫咧開鬆翻，變翻做一啲嘅纖維。咁然之後啲纖維咧就會我哋變成翻一啲新嘅紗線咁樣啦。咁然之後就會放到我哋立體嘅 3D 嘅針織機裏邊，就織翻一件新嘅衫俾我哋客人㗎。快速消費品隨手可得嘅今日，對於普通嘅市民，循環再造嘅意義喺邊度呢？聽落好似我哋純粹一件舊嘅衣服，俾翻一件新嘅衫，啲小朋友或者係啲我哋嘅客人啦。咁但係其實當中我哋已經植入咗去一啲環保嘅概念，去啲小朋友嘅腦裏邊啦。咁從而細嘅時候，佢哋就已經可以攞到呢一啲方面嘅即係理念啦。咁到佢大個嘅時候，我哋再加強翻去環保嘅概念，或者係而家我哋再循環再造嘅概念咧，咁我哋成個社會或者係大眾咧就會即係獲益良多。同 Ryan 嘅對話都令我有啲共鳴。我哋識碳再出發呢個節目，其實都係想向大家推廣宣傳內地同香港喺推進雙碳進程入邊嘅努力同埋成果，等大家可以一齊去關注，一齊成為減碳達人。識碳再出發，我哋嘅節目跨越神州大地，由巨無霸嘅新能源工程到循環再造一件衫，我哋都體驗到各行各業為咗雙碳目標作出好大嘅努力。而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多啲去了解，選擇低碳生活，由細節做起，等我哋一齊識碳再出發。